云林县政府利用北港、北新国小的空教室，成立着温馨家园，提供弱势儿童生活、教学甲带眠空间。嘛，希望透过这个温馨家园，让无人看顾的囡仔得到更加完善的照顾。为着照顾县内弱势家庭无人照顾的囡仔，云林县政府利用北港、北新国小的空教室来成立温暖家园。这嘛是全国头一个除了会当学习、嘛会当住的所在。我们希望孩子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在人格基础的奠定当中，有好的这个人生观哈。除了会当住伫遮，而且嘛有3栋以外，嘛有专门的管理员和辅导老师，而且大的空间嘛真舒适。其他囡仔不管是伫生活或者是功课，拢会当伫遮得到上好的照顾。我们就利用这些空余的校舍加以这个打造采用这个一般大学式的住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它是上面是这个床铺，下面都是它的橱柜跟书桌目前已经有3位囡仔会伫开学了后住入去。未来县内其他的国小，若是有经济较弱势等等的原因造成家庭失能的囡仔，拢会当向北新国小提出申请。转学籍不转户籍，户籍就不用转，只要学籍转到这个地方来，那将来就在北城国小来就读。社会善心企业或者是人士，若愿意斗相共，嘛会当和北新国小联络，大家做伙为这囡仔的未来来打拼。